今仔牧师照着路加福音第5章第1节到11节伫咱即个时阵，咱有法度活出主耶稣互咱的即个尊严嘛好，尊贵也好，互咱安怎甲别人有啥物无共？咱安怎会当甲别人无共？牧师伫就即段经文要甲大家来做阵分享咱先做额头做一个祈祷咱来祈祷。主耶稣，感谢你总是生活当中难免有坎坎坷坷总是主你的恩典有够阮来用总是主你是荣耀的上帝，互阮伫凡事的当中阮免惊吓知影你的恩典的当中，主因为阮是属于你的阮就伫即个时阵先上阮的感恩，为下面甲兄弟姊妹要做阵照着主你的话做阵来分享，求主你的圣神来帮助阮。互每一个人有对上帝来智慧预办阮的心无论是讲的还是听的你主的引带当中看见主你的恩典满满伫阮的当中，平安伫阮的当中，互阮每一个兄弟姊妹心欢喜灵会当快乐阮会当安心来徛起。阮感谢主，甲下面的时间奉献伫主的面头前，阮安尼祈祷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恁若有看到就是即个。就是讲做人做人就是累啦这种国语理念啦华语理念讲做人就是累不然也不会叫做人类这敢若一个笑话来讲做人拢足忝的做人拢足忝的你若有理解讲做人足忝的咱即摆时间咱即个时阵有时阵你的心肝内底拢总是会感觉讲真亚身的情绪，感觉讲真忝真辛苦有当时活咧敢若讲真不安生活当中敢若嘛无啥品质你比如讲有个人可能即摆期间破病甲真艰苦煞落感觉生不如死嘛有人感觉讲食物件食甲艰苦，为虾米？较早你讲无物件通食现代人是有物件袂当食迄嘛足痛苦的规日压力足大，尤其即马 COVID-19 的时候，真侪人的生活经济问题，所以就产生真侪即个忧郁啦。咱若看有人自杀的年岁愈来愈低，所以有一寡人生活感觉不安咱即马咱伫遮咧住 COVID-19 的时阵咱加拿大即个边界啥物拢开放你像美国遮尔严重国家的政策伊的政策是安怎？有当仔拢掠袂好势所以佫特别。即马有一寡社会现象，比如讲即个暴力，是抢劫，是绑票，甚至咱住即个所在边厝边，也有即个深山林内安尼火烧足大，天气的改变等等，咱生活当中拢活了敢若真艰苦，真袂好势，无啥会无一个安全感，你嘛知影即马你知影咱遮个你若你了解即个。厝的即个物件，即马咱遮的厝嘛真贵，咱遮的厝嘛真贵，真侪少年人就讲，你即马伫即个功利的即个主义的之下大家拢向钱来看。我讲我要好，我做一个好人，是讲我爱心要较济一即个社会敢若嘛袂当互咱会当安心讲来做即个代志。所以你若注意看讲这敢若咱今仔日读的经文内底迄个比特。迄个彼得伊是你若了解，伊是掠鱼的人讨海人伊是有老经验的毋过伊规暝你安尼掠鱼嘛一只都掠无所以总是生活当中有真侪苦恼也好，还是无奈也好。所以咱想看咱基督徒伫现在生活当中，咱是毋是嘛加减有即个感觉讲有真正无奈？嘛有真正无共款的压力生活嘛感觉敢若真烦真苦特别咱基督徒咱基督徒咱佫有信仰的即个爱去守的品德啦要求啦咱佫毋是甲别人共款的人讲你基督徒你基督徒你爱做佫较好咱无法度像别人讲世间的人反正我都无管你，但是咱基督徒佫袂得做。敢若保罗常常嘛咧讲一句话讲我实在够艰苦什么人？会当叫我来脱离即个这样的伊的环境的身躯体咧
毋过保罗毋是停伫遮，保罗继续讲啊，感谢主啦！啊，靠着咱主耶稣吼，我就会当脱离即个状况，我就会当脱离即个状况。所以今仔牧师要借着咱所读的经文吼，即个彼得、雅各、约翰遮，因即个情形，也要来分享吼，到底咱会当安怎来活出咱的精彩，活出咱基督徒即个尊贵啦吼。啊，第一点就是讲吼，你也会当听入去吼，主的呼召啦。你要听入去主的呼召。我相信你读这时，真侪人对即段经文嘛真熟，毋过常常甲误会啦。误会讲，这是即个吼，主耶稣当初毋是彼得，彼得就对主耶稣去啊。这个是毋是甲即个马太福音的第4章共款？毋过你若注意看，这是无共哦。是安怎无共？拄啊开始的时阵吼，主耶稣呼召彼得因吼，因是你掠去，因是你掠去。你今仔所看的即个吼，伊毋是你掠去，伊吼已经是几暝掠无去啊。所以大家比较讲，这已经是一段时间了。所以较早的时阵，主耶稣嘛确实有对即个彼得因吼，甲呼召讲你来跟对我，伊嘛有去哦，伊嘛有去哦。毋过你讲，即摆即个时间是毋共款？无共款，迄是已经过一段时间去啊。意思就是讲吼，咱吼跟对主的人吼，咱有可能一个开始吼，我觉这足好诶。咱来跟对主，毋过无偌久吼，咱就搁滑头啊啦。敢若彼得共款，伊就搁滑头啊啦，滑头去创啊？滑头就去做伊家己诶代志啊。为虾米做家己代志？因为讲真简单啊，生活总是爱解决啦。我对耶稣敢免食饭，所以我诶生活嘛是真重要啊。你讲是毋是安尼？所以今仔日咱会当理解讲，咱基督徒定定有时阵。嘛，因为主耶稣呼召了，咱来跟对主。毋过咱因为咱环境诶关系等等吼，咱真紧吼，都搁滑头啦。敢若当初吼，以色列人吼，互上帝呼召离开埃及，去到旷野诶时阵吼，哇，这太艰苦咧！咱无咱来转来埃及，嘛是一寡人安尼。我相信今仔日咱加加减减有一寡基督徒，包括咱拢有一寡会软弱讲，这遮艰苦。我生活即摆问题安尼，我要搁跟对主是我家己搁转来做我家己好啊。这我想咱真正诶时阵拢会面对，特别是讲我为着我诶生活我感觉免生活，我感觉免生活。所以讲，你搁转去即个环境诶时阵吼，你搁重复你较早迄个生活当中，你会感觉足无奈啦。你讲人生吼，就是安尼。毋过你若想起彼得迄个保罗捌讲吼，咱爱将咱诶身躯当作活祭，活祭献伫你主诶面头前。毋过你爱想咧，因为是活祭吼，所以咱就是因为会当活动，所以你定定想要献上去诶时阵吼，你就家己搁行落来。咱若了解献祭时阵，其实献祭去迄个应该就是死哩啊，即种就是囥伫袂顶当。毋过咱定定因为咱是活诶嘛，所以讲咱定定爬起哩了，感觉讲拄开始袂歹。尾因为生活诶问题，咱讲无法暂时离开，我落来好所以咱会感觉讲生活较要紧。服侍主咧跟对主这小等下，迄无法赶迄无法赶。所以你今仔看到就了解讲今仔日必定真侪人围伫耶稣诶边，要来听主耶稣讲道啦。必定因咧创因咧说希望啦。为啥说希望就听太济咯。这较讲目遮。我即马也是掠伊较要紧啦。这生活较要紧。所以因爱听诶人去听啦。因爱听诶人去听，我也是做我诶生活需要甲讲啦。所以伊即马时阵是我咧说希望啦。我咧掠无啦。生活安尼感觉真野神。主较早讲拢安尼，我希望好毋过你有注意无？真趣味就是主耶稣敢毋知影彼得知嘛？所以主耶稣因为爱人，伊会主动去吸引人。伊无要强迫你伊无强迫你伊无随主耶稣无讲，彼得你较早对我，你即摆你要付即阵。你实在有影无受教。主耶稣拢无讲遮。主耶稣无甲责备讲彼得你
你哪会使搁转去做这个？我著叫你来跟对我，你对到半路走去，你实在有够袂得做哦，这安尼袂使哦。咱主要所拢无安尼讲，咱主要所真希望拢伊讲我用稳定，来，互来起因，互你主动诶，我无要来你勉强，你感觉好你来，总是我望你来，我望你来。所以即时阵你著看着主要所上面啦，无讲只讲彼得无你甲船小离开一下，甲岔开一下，咱我要讲倒互别人听。彼得是讲这老师你讲歹势，可能歹势无好啦，无你坐咧船我甲船煞甲开一下煞甲开一下离半较远一丝诶时阵主耶稣就伫来讲道理。你即阵你著知影。本来彼得是讲我著来西人我做我代志我这听惯势我无爱听恁爱听去听毋过主要说讲会当你船敢若招者甲我摇出去我伫边仔一时我这人要讲道互伊听，因这人要听啦你甲我斗相共一下彼得嘛无讲，就讲我著甲船摇出去。所以你注意听即个时阵主耶稣嘛是咧讲道，彼得无法度。无法度，只有坐咧听嘛，因为伊就是讲主耶稣老师就甲讲实在讲听太济咧我听无搁听一届嘛好啦，就出去阵坐伫遐咧听。弟姊妹咱实在讲，咱实在有影常常听主诶话听了济有当时你感觉野生较讲嘛遮，我拢知啦，我生活较要紧啦，我这听这来聚会甲兄弟姊妹做伙我生活要安怎？我生活要安怎？咱难免拢会加减安尼嘛，尤其即个 COVID-19真侪人诶生活有可能问题也是真侪超凡生活当中啦，咱可能讲听介济这免听发点嘛遮。毋过咱诶主耶稣拢一届搁再一届。你看有人无一定是你别人你看别人总是听到这足好听就一直听。所以咱主耶稣嘛无去甲彼得责备总是不得已彼得只好坐咧遐咧听。毋过你爱想，因为听了即届无啥共即届听了真就无啥共咱等下会继续讲。毋过你有注意讲，遮主耶稣要甲咱启示啥？主耶稣真正无勉强人。咱咧做罪人诶时阵，伊嘛是甲福音甲咱讲，你家己感动来领受。你即摆做基督徒嘛是共款。有当时你听太济你就野生你讲反正生活就是安尼，我就爱安尼。你听这敢有效去教会聚会逐礼拜安尼嘛是安尼敢有对我有啥物特别？所以有当时咱就变做无爱听无爱亲近主。毋过我相信你若愿意听，你会产生无共款的即个生活模式所以咱爱来想讲，就是讲主耶稣要甲咱讲咱的人生当中袂使减少的有一样代志，就是来到伊的面头前，先求伊的国甲伊的义，伊遮物件拢要交互恁啦。哇，即句话听太济咱其实咱无啥爱惜，咱嘛无啥去理解讲主一届搁一届一直甲咱讲，袂当少的就一项就是一件，啥做袂使少的。你若讲袂使少，到底是会当来安怎来了解？讲啥物物件是袂当少的？牧师要甲你讲，你若会当做你甲你的鼻孔垫起来，你会垫起来，你就知袂使减少是啥？迄个口气啦。上帝讲咱袂当减少的迄件物件足重要的，就是爱来到主的面头前，你爱先求伊的国甲伊的义。但是咱真侪时阵，咱袂去理解。咱讲逐工嘛差不多主你较讲话，求你的国，求你我生活敢免管你真正敢会福我？咱常常有即个心中的即个即个想法，总是会去冲突的。毋过我今仔日就是照这讲，彼得第一项因为即个不得已，主安甲吸引。阵你船的顶员伊继续嘛是甲逐个伫遐听，搁再一届，
搁来听主的话，搁再一届来听主的话。啊，咱继续甲看落去。所以讲吼，你听主的话哦，你要听会入去啊。你若听袂入去吼，无效。咱讲吼，咱台湾人你讲啊，你个读册读咧较食拼，你敢若表面的无效。你会当读入你的心肝讲，诶，主你安尼讲吼，我实在愿意跟对你。毋过我的生活嘛真重要。啊，你这当中，我嘛捌经验着你的问题，毋过总是有当时就敢若嘛有困难的所在。啊，所以咱真正时阵会去回头。啊，你若想着较早迄个以色列人出埃及，嘛是常常即落情形。今仔日咱完哪有？所以鼓励咱兄弟姊妹，虽然目前无一定逐项代志拢照你较顺遂，但是你会当安静心来，搁再一届来听主的呼召无？你愿意搁再一届讲，主啊，你所讲的，吼，我愿意有谦卑的心，啊，要来听你的话，啊，总是你嘛会当了解我目前的状况，我有我的软弱，我的软弱，我愿意回应，啊，你注意看哦，第一项，逼着伫遮，听着主的话，伊愿意去回应，讲好啦，主你着叫我船离开，我就离开吼，我就就逐个你讲，逐个你听，我也加减听，参要听，吼，即时阵咱就开始发觉这样代志，所以即时阵咱看着经文甲咱讲，有一只船西门诶，耶稣就去伊，请伊甲船刷开，小可离岸一下，就逐个坐落来，主理你甲逐个讲道理，彼得无法度开船诶人只好就伫边仔加减听嘛，吼，所以因为即个加减听吼，发现这样代志。这样代志就是讲煞了，这样代志就讲，哎哟，这个道理讲了吼，主就甲讲吼，来，我知影吼，我知影吼，迄个彼得讲，老师我都规暝吼，拢掠无鱼啦，规暝掠无鱼啦，你叫我开较远个去，我规暝掠无鱼，我较有经验。你是做老师的，你毋是掠讨海人啊，对无？你即摆搁伫是啊呢？你叫我甲船开较远一开较深，叫我网甲下落去，这敢对？这敢对？毋过吼，彼得伫遮你就注意，伊听道理了吼，迄个心肝讲有较顺服，听入去顺服就讲好啦。我按照我的经验来讲吼，这是无可能的代志，所以你有注意哦。有注意到一项物件，讲咱咧认识主的当中吼，真侪物件会阻碍咱吼，就是咱定定以为咱家己拢足捌的，咱家己足了解的。上帝话我拢知，开喙就倒一个大牧师讲啥物，这个牧师讲啥物，迄个牧师讲啥物，结果咱对主有真正的熟悉，是对咱家己去了解啊。是咱对家，所以讲你比着伫遮完了听了吼，听了你主甲讲，伊即时阵伊嘛爱经验一个问题呢。伊道理听了后，主耶稣讲，无你开较远一些，开较深迄个所在，你吼网甲下落去。你想看觅，主甲讲这就是要帮助伊讲吼，你会当去爱去了解，我要互你的生活当中，你世间人的无奈当中吼，你爱来经验我啦。你若毋捌经验着主吼，你就足可惜的。当时咱其实讲咱嘛捌经验，有都常常嘛袂记。袂记了，咱搁咧细想吼无用，常常这操烦，咱拢无时间吼来亲近主。所以有人安尼咧讲啦，讲安怎就是讲，你若规日吼，你即一工吼，若无时间吼来亲近主吼。你即一日所做诶代志吼，有真侪代志毋是上帝要叫你做诶，你家己加操烦，家己加做，这所做无效啦，所做诶无效。兄弟姊妹吼，咱你个启示录嘛捌听过讲吼，咱你世上所做，甲世上诶人无共，有啥无共？世上诶人是无愿望，咱你信主诶内底吼，咱若真正离开世间诶时阵，主甲讲，你是吼世间当中吼，你是习了世上的劳苦哦。毋但是习了世上的劳苦尔，毋是讲你敢若安享尔，毋是哦。你世上所做的吼，上帝拢纪念咧。这你启示录内底你讲，就讲咱其实做基督徒的人有福气。
哦，咱你世上所过的每一日，所做的上帝拢记念。但是问题，你所做的是跟对主咧做，还是用家己的方式咧做？所以有人讲，你若规日内底你拢无去亲近着主还是无去主的面头前来亲近，还是来听伊的话语，还是来读伊的话语，你今仔日的规日时间有真济时间其实你白做，迄无效啦，迄是无效的啦，迄是白做的啦。所以咱要理解咱今仔日活出来个无共。第一点，咱先来主的面头前，咱一日开始，咱用祈祷也好，还是来读圣经也好，咱对主的话语来领受，咱来领受。讲主我这一日，我先来你的面头前领受天顶的生命粮。无一个开始就讲我就为了世上无用我就无用，这拢无时间。对着牧师你讲，你若规日拢无时间亲近主你真济代志拢加做，迄都无效，无纪念的啦。你若有愿意安尼做，你虽然，你看这个比条，你就看着，迄较有经验的人，伊真正是这个讨海人，伊安尼讨海人，伊遐尼有经验，规暝都掠无鱼。即马上主耶稣，你甲讲你开到深暝，搁日时你网甲下落去，你敢要听？咱而家就有看着，咱看着遮讲，比着就讲老师我规暝落力啦就逐项嘛无掠着。好啦，你既然来讲我顺服啦，我按照你的话语啦，我就甲网下落去。结果伊去经验着啥？叫哎哟，这无相咧，这无相咧，我鱼掠遮济。哇！你遐遮济，一定若咱伊就讲哇，感谢主，感谢主，哇，足赞足赞诶！哇，规暝掠无鱼，即摆鱼掠足济哇，感谢主，即声发财发财哇，即声生活无烦无恼这咱正常诶代志。我相信真济兄弟姊妹，你若有啥物欠缺，你也甲上帝祈祷，咱若得着，拢会足欢喜诶，讲感谢主，互赐我这赐我迄，足好诶。毋过比着而遮真奇怪呢，伊而遮毋是讲。感谢主，娘娘来讲主离开我，主离开我我罪人你看这怪怪的。咱莫是感谢讲我本来掠无鱼，即摆鱼掠遮济，欢喜到要死趁大钱对毋对着？比着看无共，比着去体会着讲这毋是趁钱的问题，是我即个人的问题呢。我即个人所想的。结果对主甲我讲了，我发觉我是罪人。我这样代志搁较严重我趁咧全世界，我若是一个罪人，我若无伫上帝内底我趁的嘛无效，去了。所以认识搁较深的一样代志，讲我是罪人，我罪人主你离开我，但是咱的主敢会离开你？袂啦，咱的主就是稳定的主，听咱的主，伊毋是要离开你嘛。伊就是要拯救你嘛，伊是为拯救咱来嘛。所以咱经验真济上帝的宽容的时阵，咱真济时阵敢若看到世上表面的得着，咱无去看到搁较内心的问题，就是讲原来咱经验上帝的代志，毋是敢若看到咱得着啦，是了解即个上帝，即个主耶稣，伊的目的是啥物？伊的目的是啥物？伊毋是敢若互咱得着咱要得遮尔呢？咱定定就是你迷失伫遮啦，咱定定迷失伫遮，迷失伫遮，咱敢若看咱要得的，有当时兄弟姊妹，我相信最近恁咧聚会当中，真侪困难，尤其是 COVID-19 兄弟姊妹要聚会有真，咱嘛加减会烦恼啥物？但是咱加拿大6月初几就开放了嘛，总是兄弟姊妹，咱要安怎来聚会？我相信有真侪困难。咱可能讲咱安尼就好，但是你满足安尼吗？你满足安尼就满足吗？安尼就好吗？你讲牧师毋过这足危险诶，兄弟姊妹，咱咧世上走即条上帝诶道路，当时袂危险嘛？咱总讲无伫上帝路，世间诶人诶即条路，
毋是共款危险。所以主一直甲咱讲哦，我是迄个有权能的主，你毋免惊。你的生活当中当然你有真侪问题意料个，但是你若惊，你逐项就免做。你哪有可能活出精彩？你哪有可能活出甲别人无共？你哪有可能活出你的尊贵？伊讲牧师现状况就是疫情遮严重，是啊。但是你捌想过无？迄个保罗也好，西拉也好，伊嘛知影去传福音的是有危险无？有危险嘛掠去关啊。但是伊伫家内底唱诗歌，啊出来搁做，啊就早知伊就莫做。啊，你若看书帖工作时阵，迄保罗去掠去的时阵哦，上帝甲讲哦，我就是要带你去倒，带你去迄个罗马、凯撒遐，要来做见证。所以明明去掠去，就讲啊，你都无罪，就使讨白啊。伊无咧，伊无。伊知影上帝的旨意哦，所以伊讲哦，我无违背上帝对天顶来对我的异象哦。兄弟姊妹，咱经验上帝的快乐，毋是干那为了世上平安过日子尔。咱爱去理解，咱要经验这，到底上帝对咱的目的是啥物？对咱的心意是啥物？咱若是干那看着掠着遮鱼，足欢喜的。啊，主啊，我著甲你祈求，啊，我著安尼平安，我著安尼咧过。恐惊的，这毋是主耶稣对咱的心意咧。咱可能得到这吼袂歹，毋过咱失去可能更较好诶。所以兄弟姊妹，牧师要鼓励大家，你这段期间，当然咱兄弟姊妹，大家会当过来考虑，要安怎？你安全的状况之下，咱如何有信心来经验主的权能？啊，咱会当安怎来聚会？当然，你讲即摆大家拢伫网上聚会，大家惯势啊。其实牧师嘛了解，毋过我知影真侪人，你聚会时，你教会聚会，甲你厝诶聚会有啥物无共？我相信有真侪人嘛了解。你教会聚会，大家真认真咧听。哦，你教会大家拢看得到，真认真咧听。你厝诶咧，荧幕一个关起来，念伊去洗碗，念伊行东，念伊行西，啊，念伊食迄，念伊食迄，哦，拢爱安怎做，拢安怎做，袂专心嘛。啊，真自由啊！啊，所以即摆教会真侪问题，就是讲，即摆你若了解真侪教会诶问题，讲啊，那我安尼聚会就足好啊！哦，我真利便诶，我真方便。哦，我咧厝诶吼，坐咧就当听。哦，我若要食物件，我就食物件。吼，我若要倒咧就倒咧，要徛咧就徛咧，看要安怎拢。啊，若要安怎就安怎。啊，荧幕一个关起来，吼，啊，逐个拢袂要紧。这是目前教会面对的挑战。但是咱愿意来经验上帝，互咱的平安，咱到底是毋是安尼就好啊？所以你今仔日咧看这时阵，你会当注意讲，彼得第一样看到就是讲主啊，我毋是看到遮鱼尔，我看到佫较一层佫较重要，就是背后我是一个罪人。哦，我是一个罪人。哦，啊我哦，毋是干那讲吼要拍伊尔。哦，我毋是干那要，我较早吼，我较早是啥？我较早是做即个掠鱼诶问题，啊尾后佫倒转去讨海掠鱼哦。毋过今仔我发觉吼，哦，我安尼毋对，我安尼毋对。咱是上帝要用诶人咧，上帝用伊诶生命甲咱救出来，咱甲世间诶人啊拢求共款，啊咱有啥物特别？咱有啥物特别？所以讲，主今仔日诶环境甲咱冲击诶时阵，咱佫较想，咱安怎会当活出尊严，活出佫甲别人无共？啊是甲世上诶人拢讲啊，逐个安尼，咱嘛安尼，咱哪会当无共？逐个你行遐诶时阵，你有一个安定感，讲主啊，因为你是荣耀诶主，哦，你是你丰盛诶当中甲我做阵诶主，我毋惊。毋惊毋是讲哦，咱逐项拢无所谓，毋是安尼。咱毋惊是讲，因为有主伫咱诶内底，但是咱诶生活就是咱会当哦安怎细腻，安怎来做，但过咱爱继续向前行，毋是听伊遐就无爱行，讲我安尼就好，我咪起来。哦，我反正主我嘛相信你，啊我嘛是
你就是生活就变做个等于过去安尼，真可惜。所以彼得若毋是因为搁再一届听到主的话，若毋是一届顺服主的意思，伊无法度去经验这，伊就无法度像咱即马所讲的彼得，哇，佮刷落去生活，伊的人生是完全无共。咱今仔日遮，咱嘛爱来思想，咱嘛爱来思想，祝互咱平安，互咱伫即个时阵，咱有平安，咱会当也是真有气力，咱会当来想讲主，你要叫我创啥物？你记住你要叫我创啥物？所以咱信主遮尔济来，我相信咱也大大细细经验主的宽容，也是恩典一定足济。但是咱是毋是已经慢慢袂记讲安尼就好咯？因为即摆 COVID-19 就是安尼，所以大家就是拢伫厝诶，就大家安尼就好咯。但是牧师要鼓励你，毋好停伫遮，毋好停伫遮，因为主呢，甲咱讲你爱加入即个教会团体，因为主要甲你讲你毋好过着较早诶生活，从今以后你免惊，第一项你免惊。你毋好惊，你若惊了你就惊袂着顶。咱有主伫咱诶心肝内底，咱就应该讲主靠着你，我袂惊呀，因为你是保护我诶主嘛，你是看顾我诶主嘛，世上诶人会惊遐，但是你要注意，世上诶人虽然惊遐，伊为着生活，伊嘛是勇敢行出去。恁信主诶人拢秘起来，安尼敢毋对？讲我咱秘起来就好啊。其实咱应该爱来思想，主讲有即个经验，有即个环境，咱爱加入主诶即个团队内底。主讲你较早掠鱼，即摆无共。你较早诶高工就敢若掠鱼呢，你即摆爱得着人，爱得着人。所以你注意看，伫遮诶时阵安怎得着人？你若注意看，伊掠着鱼诶时阵，伊佫分享互边仔诶人，伊佫分享互边仔人，边仔船嘛过来，你有注意看，伊边仔船过来。所以讲，咱得着即个，咱若勇敢行出去诶时阵，你会发觉恩典满满。牧师伫遮甲大家分享，今年牧师分享就是讲今年即个情形，6月初1开放开始，对年头到即马，我感谢主，因为阮兄弟姊妹拢讲好，主你若呼召阮，阮愿意顺服，阮愿意来经验。甲今仔日透早有人甲囡仔做奉献的洗礼，奉献礼就对。对年头到即马，主所赏赐互阮的，已经有将近要40个人受洗礼。牧师要甲这报告，毋是讲受洗礼人济少，这毋是这个意思，是要鼓励兄弟姊妹讲，是咱伫即个环境当中，有当时咱因为惊吓好，因为面对环境咱搁回头转去，咱家己的较早迄个生活内底惯势咱都行袂出来。行袂出来，你都无法度搁去经验上帝即个权利。你无法度经历上帝权利，你搁毋知讲你搁是就是安尼。但是主毋是要甲咱放咧遮尔，主要一直鼓励咱讲向前行。我要互你得生命，得甲搁丰盛。毋但你丰盛，别人嘛是要对你的身躯，还是讲伊本身甲咱做伙。像边仔雅各约翰也好，伊的船划过来时阵，哇，大家拢真惊吓，讲哇，这哪即个代志？所以你今年的当中，真侪兄弟姊妹伫阮当中，伊讲哇，这一年比较早你对军队即个主的路哇，今年真正真特别，今年真正真特别。其实讲，大部分的人。拢知影现在状况，大家拢为了安全，我了解，咱嘛是爱安全，无可能咱讲咱无顾生命，这是无可能。毋过咱伫安全的下面之下，咱爱安怎去继续来掠着主互咱的话语，掠着主互咱的启示，掠着主互咱的引带，咱爱继续行，毋好停伫遮，一直停伫遮，愈停愈离咱就你就知影人若愈无迄落去运作，就愈办大，
愈办大就愈无咧做，所以你嘛知影主甲咱讲，啊，你毋好停止聚会哦。你聚会若惯势哦，你就无爱做。啊，咱即摆讲你线上聚会惯势，逐个就讲啊，我著安尼就好啊。兄弟姊妹，你个心是毋是会真感觉讲啊，真迄个心势讲啊，咱较早吼安尼会当做阵咧教会来敬拜上帝啊。较即马你线上来敬拜吼，实在讲吼，较早迄是活得足水。啊，即马嘛毋是讲无，毋过逐个就拢安尼。啊，即马来鼓励下弟姊妹讲，啊，咱逐个有心无？愿意讲吼，咱安怎伫安全的之下，哦，安全的底下，啊，咱会当搁行步一步出来，咱做阵吼来去教会来遐聚会，吼，安怎互人看讲，遮有一群人愿意伫主的传啊当中，哦，来敬拜，来敬拜。我相信上帝互彼得，因为即个过程，互伊活出无共，互伊看见伊家己的问题，互伊的生命搁再一改来变化。啊，即个生命不但变化，伊边仔船的人嘛，做阵看到的时阵，搁较济人来领受讲，哦，这实在是，无论是你顺境，还是你逆境，咱的主总是互咱活出甲世间的人无共。哇，这一群人确实是伫即个所在，伫即个时阵，哦，逐个拢迄落，但是因是真虔诚，愿意顶对主，这人真有福气哦，这人真有福气哦。所以求主帮助咱今仔日伫世上活甲人无共，活较精彩。第一点就是咱会当分别时间，安静啊来听主的话，啊，搁再一解来顺服伊的呼召，伊的呼召，互你的呼召是要创啊，互咱得到上帝荣光啊，互咱得到上帝对伊来生命的精彩啊。但是咱若无愿意顺服，咱无愿意去经验即个面对即个世间的即个考验的时阵，哦，啊，咱免会当理解，啊，咱理解了后，咱毋是干那为着咱家己哦，所以主甲彼得讲，啊，你要惊你来参加，你来加入我遮，做阵来去，哦，所以你看到彼得因完全就讲安尼对，我愿意跟对，所以即时阵伊的生命完全改变。你讲较早也有，是咱较早兄弟姊妹咱嘛有，毋过咱有当时啊，就是会袂记，咱有当时啊，就是伫即个当中，因为生活啦、环境等等，咱搁等于较早，咱无继续行，咱无继续对。但是伫遮牧师要讲，咱的主耶稣袂去勉强人，伊总是用伊的恩典，吼，来吸引每一个愿意对伊的人，吼，来你对伊的人。啊，你若想看觅跟对主的人，跟对主的人，哦，你若会记得主耶稣迄当要入去耶路撒冷城的时阵，吼，总理姐夫哦，伊进前伊来讲啊，咧甲门徒讲啊，你去吼去倒位啊，啊，甲迄只迄个驴子啊，甲牵来。哦，迄个主人讲啊好，主耶稣要用，摕去用。结果主耶稣就骑迄只驴子，啊，就真荣耀啊进城去。你想看觅？迄只驴子，咱即摆拢会记。啊，即个主人虽然没有名字，咱嘛知讲有一个人愿意哦注用，哇，这嘛是得到荣耀的代志。哦，这嘛是得到荣耀的代志。啊，你搁想着讲吼，迄个当初迄个有一个查某人有无？哦，王头毛啊，哦，迄王头毛咧，啊，甲主耶稣洗骹有无？哦，甲伊的香膏打破，啊，甲主耶稣讲爱纪念即个人。爱纪念即个人，所以讲咱若愿意有主用吼，咱的人是无相。啊，圣经嘛有一个比喻，有一个比喻叫做少年官，有无？迄个少年官嘛去问耶稣，耶稣啊，我要得这永生。耶稣讲加顺，啊你即个人拢袂歹，毋过有一样代志，啊你爱变卖，啊你爱囥下你去困难的，就讲你莫甲钱银挽啊掉，你挽啊掉吼，你甲囥咧，啊结果迄少年官。要囥无？无爱啊！啊，无爱伊就悠悠悄悄的走去啊。上帝讲这足可笑，上帝计足可笑。啊，你搁想到旧约亚伯拉罕的时阵，上帝甲呼召出来，不但是互伊要互人，互伊得到福气，啊嘛要互别人得到福气。啊，所以咱今仔日看，主耶稣呼召彼得，毋是伊福气，伊周围的人，哇，真侪看拢得到福气，啊，得到福气。
所以今仔日咱爱互相勉励。啊，虽然教会目前的状况是还未开放，不过咱爱来思想。哦，咱若迄个预防针也拍，对无？哦，啊，总是讲啊，预防针拍嘛是够有危险。当然啦，你细菌每一个时阵拢嘛是有危险嘛。但是咱是你即个安全的底下，咱若是讲主啊，我要安怎搁较进一步来跟对我，拢你厝诶安尼自会敢对？啊，总是即摆线上自会，毋是讲毋对，但是咱礼拜，啊，一礼拜一届，咱会当，兄弟姊妹，你安全的当中，咱会当做伙，啊来敬拜主。啊，即咱爱来想，啊，咱愿意安怎来即个甲别人有无相款的所在。我知即摆真侪教会，逐个拢是咧线上啊，但是咱加拿大是稳准的、开放的。啊，既然政府拢开放啊，啊，咱兄弟姊妹，结果讲啊，政府开放啊，咱嘛是袂安心。咱爱相信咱的主，既然政府来开放，咱是毋是嘛爱想看觅，咱要安怎较紧的会当直接做阵来聚会，互上帝阳光照着大家，照着大家来证明、来显明，上帝伫咱的当中，咱是有一定有福气的人，咱是有福气的。啊，毋是讲甲细菌共款，咱搁对甲细菌共款的人安尼，啊，无啥物差别，无啥物差别。哦，啊，所以你也想看觅，主耶稣对死了复活，啊，要升天的时阵嘛，咱交代。即个时阵其实真侪人真惊吓，咱会当讲甲祝福咱的平安。哦，咱的主是赐平安的主，随时随地啊要赐予我靠伊的人的平安，咱是毋是即个人？啊，咱若是咱煞了，咱感觉讲，毋是干那咱得着呐，咱嘛爱分享，哦，搁较侪人，互人看着讲你做诶人真正有福气，啊，咱会当安心啊，看着真侪人伫即个社会拢会当搁较安心落来，啊，甚至伊会当行入来教会，啊，加入咱诶团体当中，啊，我相信这也是上帝诶美意。总是伫遮牧师要甲大家分享，无一定咱较早做了无介好，啊，毋过咱的主会继续用伊的恩典来款待咱，啊，来吸引咱，啊，同尾嘛是要互咱会当活出甲世人无共款的生命，会当活出迄个尊贵，活出迄个精彩，啊，总是你愿意无愿意听，你愿不无愿意来顺服，来经验伊，啊，来入去讲，啊，咱做阵三角，主今仔若呼召咱，咱要安怎来做？啊，这拢是你的手头，你家己爱去决定。啊，你家己爱去决定。啊，所以尾啊，牧师啊，照这个《帖撒罗尼迦后书》第2章13节到14节讲，主所疼的兄弟们，咱应该着爱感谢主。为什么？因为伊对伊当初甲咱拣选，当中甲咱拣选，了咱，是因为咱信即个上帝真正的道理。主耶稣讲伊是道路、生命、真理。啊，咱信即个道理，咱有即个生命。啊，咱行入即条路，咱叫圣神感动，咱来诚做圣洁的。咱毋是咱煞了，毋是干那得救尔咯。咱来传主的福音，伊甲咱呼召互咱，咱得到主的福音了后，咱搁安怎？咱要搁得到主伫咱身躯顶冠面迄个阳光，互世上的人看到咱，讲哇，咱真有福气，毋是咱有福气尔，上帝望搁较侪人会当得到福气。所以主的心意是望每一个人拢会当得救，但是所有的人被主所呼召的，是毋是愿意顺服进入伊唯一的当中的呼召，愿意来经验伫咱人的无奈当中看到主的宽容，啊，煞了主讲伊要甲咱做伙，要甲咱做伙来行着即条世上的道路。终尾就是要互咱活出精彩，活出尊贵，活出有主的阳光。啊，这你家己爱去思想，你家己爱去考虑，你家己爱去决定，你要也袂。愿主拢帮助咱，每一个人拢讲主，我伫遮。我再一届来鼓励阮，互阮信心，互阮勇敢，互阮有气力。啊，要咱一届，甲兄弟姊妹，你即个安全，你的保守当中，会当搁一集来敬拜你，来
这来听你的话语，做阵伫你个教会。世上人看到讲，咱确实无共。关注四方兄弟姊妹，这时阵咱压头来祈祷。主啊，最后所阮感谢你伫这个时代总是有真侪劳苦真侪不安，因为主你也有讲过，世上有真侪苦难。毋过主，你已经胜过这世界，伫你个内底有属天的平安。主，阮安怎会当活出伫你面头前有对你来荣光呢？就这时阵，你的仆人甲兄弟姊妹拢交在你的手头，愿主你加添阮气力，丰富你个顺服的心，愿意听你的话，来经验你的带领，来加入你的这个服侍的团队当中，互主你的阳光照着阮，向世上的人来显明讲，主啊，你的疼，你的恩典，毋但要互阮尔，嘛要照着阮，互更较侪人来得到这永远的祝福。主，求你来坚定阮的脚步，主加强起阮的信心，讲主啊，阮愿意听你的话，求主带领阮来祈祷，奉主耶稣的名，阿门。